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大雅放火烧厝，烧死3个人的命案。警方查出这个前厝主，伫咧厝要点火进前，就先伫咧厝内放2桶总共10加仑的汽油。等甲新厝主带着姐姐甲做律师的表姐入去厝内底，才大约1分外钟，就来泼油点火。新厝主为2楼跳楼逃生，伊的姐姐甲表姐甲旧厝主3个人烧死伫咧火窟。这其中的文员来看这个报道。穿蓝色的衫、骑黑色奥多拜的，都是涉嫌放火58岁姓杨的前厝主。伊到徛喺附近的加油站买汽油，记者卡打点空一卡5加仑的塑胶桶买滴汽油。姓杨的前厝主摕1000块纳钱，将走回来钱放进去落地下，就骑车离开。规过程看袂出特别的情绪，完全无各样。伊干那买油，就走2抓，一摆伫早一个暗时9点19的时阵出门买第1桶油，3点前后，也就是昨下半暝12点13，搁再出门买第2桶油。伊买2桶，亲像是一种5加仑塑胶桶底汽油，就开1000外块，放店厝内。一直等到昨下晡2点54分的时阵，新厝主带阿姊也有绿水表姐3人开车到位，入去厝内大概1分钟了后，伫2点56的时阵，厝内就开始着火。所那个熊熊发生爆炸，新厝主是为2楼的窗门跳出去，伊阿姊和表姐未负逃生，和姓杨的前厝主做回红休息。杨男对于林男违背当初说好的5年后要卖回给他的约定，心生不满。进行点交房屋程序时，故辖院泼洒汽油纵火。警方调查，姓杨的前厝主因为投资失败，第3年前将这栋透天厝卖给新的厝主，伊无搬走，该用租厝的方式，以1个月2万块的租金继续和某囝住伫内底。不过姓杨的前厝主中风入院8个月过，欠1年外租金，去互法院强制刑处。伫点9的前一天，伊专工请某囝搬去朋友遐住。想袂到，伊就先买2桶油，总共10加仑的汽油，藏伫厝内。一直到新厝主家底下和绿水表姐到位时阵，泼油点火，造成3死1重伤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